先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伫你的圣殿内，你的囝儿查某囝来敬拜你。愿主你的阳光降临伫会中，你的圣神运行。愿将今日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主求你的圣神亲像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伫因的喙唇，伫因的喙齿，伫阮的心。主，互阮所唱的诗歌，互阮所共读圣经的话，互阮所发出的祈祷。上帝，你的神就伫阮中间来成就祝福。愿伫你的面前，将今日这个礼拜交伫你的手，愿你的阳光搁再阳光。愿奉你的性命拍开礼拜堂的门，愿主你为幺五的囝儿查某囝拍开施恩宝座的大门。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担着上帝你活命医治拯救恩典的杯。主，互小会员今仔所捧的杯，会通成做一个福杯。主，愿将今仔这个礼拜来交伫你的手，愿主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掌管。愿咱的恳求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
来啊，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是来吟圣诗47首，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起立吟全首。请游玩徛着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救恩，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用。启用文37篇，马太第6章。袂伫挂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也是恁的身躯要穿啥物。
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娘，恁的身躯减无较大伫衣裳嘛。试看天中的飞鸟，无种作，无收成，无积聚伫册仓。恁的天父也在养饲伊，恁减无比遮会较贵气嘛？恁啥物人会用挂虑，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啥事为着伊像看路啊？刺伤3年的百合花怎样大丛？因无着磨，无芳质。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极行午的时，伊所种的毋达7号花的一蕊。当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迄伫花路，上帝互伊穿到安尼。何况小心的人啊！所以无伫挂虑讲，我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恁的天父知，拢是恁欠用的。独独内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的物拢要煞互恁，所以无伫为着明仔日挂虑。因为迄个明仔日，因要家己看路，一日的艰苦，一日熬夜。3到6启用，3到6吟圣诗306首，圣诗306首。我的性命献互你，请接着吟全首。我的性命献互你，做你路用到一生，是叫你献我做，为阳光你万里共。我的手爱你亮亮，为着我做最这样，我甘也爱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剩。我的声也因了你样，我以后了主无定，我献水顿来叮当，我用我饮醉求人，我的天困的努力，让这龙潭的经，我的在将你相思，讲我让你最记久，我的听当着主传，也你也过一世间，我这一生家己，你阿门。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怜悯，保守看顾阮平安，
伫即个疫情期间，阮阁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亲近你，阮感谢阿乐你。伫新的一年开始，求主你引带阮头前的路，求主保护洗清阮心中的歹的念头，使阮清气的心、正直的心，互阮的心思意念所行所做，拢合主的旨意，成做主合用的器躯。阿门。荣耀主的名，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的求。阿门。上帝有讲，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讲，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讲，就是渡去世间的罪，使我平安。这是俄勒请圣歌队。
是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传道书第3章11节到13节。11节，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正做美妙，佮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会测度伊。我知从中无一项较好伫一生快乐，佮行好，佮人人也食也啉，伫伊一切所落落的来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再来看马太福音25章13节到34节。马太福音25章13节。所以着张弛，因为恁毋知迄个日、迄个时。因为亲像一人要去外国，就调伊家己的奴仆，将所有的交代因，一个互伊银5000，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各照因的才调就去外国。领5000的随时去做生意，搁趁5000；领2000的也是安尼，搁趁2000。迄个领1000的就去掘地来砍伐伊主人的银。过久久，这个奴仆的主人到，甲因算数。领5000的来，搁带5000，讲主啊，你交代我5000，你看我有搁趁5000。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个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通入你主人的快乐。22节，领2000个也来讲：主啊，你交代我2000，你看我有搁趁2000。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个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通入你的主人的快乐。领1000个也来讲：主啊，我知你是严苛的人，袂野的所在就要收割，袂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所以我惊，就将你1000元去投伫地里，等你的原物行礼。伊的主人就应伊讲：歹搁变单的奴仆啊！你既然知我无野的所在就要收割，袂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就着将我的银下伫钱店，我来的时，通得到我的本银甲利息，所以着对伊摕迄个1000来，互迄个有10千个，因为见若有诶。要互伊有剩，无的连伊所有也要摕伊，也迄个无利益的奴仆赶伊伫外面黑暗的所在，伫遐要有铁铐家己切起。31节，当人子伫伊的荣光甲隆重的天下来的时，伊要坐伊荣光的座位，自一万邦伫伊的面前，伊就要分别因，亲像牧者分别绵羊离开山羊，将山羊下伫伊的正边，将绵羊下伫伊的正边，山羊下伫伊的倒边。迄时王要甲正边的讲：你对我的爸得到恩典的，进前来承接国，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陪伴的，讲道善用属灵的恩赐，请曾牧师。这礼拜，咱的社会是开工的一个新的开始。我要用圣经内底开工的故事来甲咱做伙，
陪伴咱向前行应该有的态度。愿今仔日的圣经真侪咱正人的祝福，因为想事人伫一生工作有成就、有快乐的，就是耶和华咱的上帝。今仔日的传道书第3章，耶稣所讲的譬如，上帝要亲像一个主人，伊将伊的产业来交托伫伊3个奴仆，照无共款的文书交代因。伫迄中间，最后上帝要过来，主耶稣要过再临。伫年头到年底，咱的主耶稣要甲咱算账。伫一年中间，咱做了什么？所听也这，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了后，咱新的一年，咱倚靠上帝的圣神，伫伊智慧的神内底，咱真做一个智慧的关键。我嘛要甲这年轻的囡仔讲，伫小事顶悬尽忠，上帝就要重用恁。今仔圣经讲，伫小事尽忠，检采嘛会使讲，恁若对细汉就尽忠坚持，做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当恁长大成人的时，上帝要将重要的职分、奇妙的作为，向恁来显明。所听啊，这咱要领受圣经的话，咱来求圣神拍开咱的心门，咱当心来祈祷。真格我想述真理甲活命，耶和华阮的上帝，伫你的至圣所，阮做的主职，阮敬拜你，因为你堪得阮敬拜。阮伫你的面前追求你所想述真理、活命甲道路。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的神对每一个面对开工你的囝儿，互因进入这个世间，但是无属这个世间；互因伫这个世间确实有属天的智慧，有属天的能力。就亲像你交代你的奴仆出去做生意，主啊，阮的人生就是一种的使命甲投资。求上帝你的圣神甲阮同工，互阮明白阮着做什么。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静静，阮嘛要守圣餐。当阮捧开这个圣餐的杯的时，主啊，求你也填满每一个人的文书，照阮各人的才调、才情，主你将无共款的需要文书，就放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有言语的文书，互阮有思考的文书，互阮有节制的文书，互阮有圣洁的文书，互阮有百般的文书，各尽其职。主，阮静静听，求主你圣神对阮讲话，愿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的圣经是一个真水的故事，伊好亲像咧讲起上帝差遣伊的工人，差遣咱。伫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阵，咱要开工。伫阶段性的时，咱来听即个圣经的譬如。这段圣经的譬如咧讲起，主人照每一个奴仆无共款的才调、才情、文书来加添因的责任。圣经毋是咧比较讲啥物人较巧，啥物人的教育较悬，毋是。今日咧讲的才情，就是每一个上帝所留予咱量身定做的文书。所以伊讲照各人的文书，伊就有拄了买。这个圣经这个字就是伊的文书，各人的文书。愿咱会当静静来听，因为今仔日上帝所要留予咱量身定做的文书。今日圣经咧讲起一个主人，伊要出外，所以就将伊的产业来交代伊的奴仆。咱的主耶稣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间，伊嘛将上帝国的产业交予彼得、保罗，后来续传到今仔日2000年，所有的教会一代搁一代，咱就亲像上帝的奴仆，咱受交代。圣经中间讲有5000个，有2000个，有1000个。其实原文的圣经毋是5000，是5、2、7，因为后壁放一个叫做他连德 talent。有5种的文书的人，5种的 5 talents， 就是5种无共款的文书。这个他连德伫古早的钱，就是一个当量的秤槌，嘛就是一个这个钱的那种币值。
圣经中间，咱自动甲翻做中文的时，就甲翻做5000两银、2000两银、1000两银。其实是咧讲起各人的运数无同款，有的人有5种的运数真多元，有的人有2种的运数真多元。过来，圣经讲，这个主人目睭紧紧该看，因为伊知影伊的路卜，什么人是有心，什么人是无心。所以圣经讲，照因的运数来量互因，就亲像顶礼拜咱讲生命的量器。有心的人，上帝就加互伊。所以才做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咱嘛爱摒开咱的心，摒开咱的心扉。咱甲主讲，主啊，以前我自专，以前我用家己做中心。主啊，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将我家己这个自我刷一边。主，我要全来跟对你。但这个无水，甲咱解说这个字，这个字真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上帝的话。所以伫起头，耶稣开始咧讲这个譬喻的时，伊讲世间的芦苇直要临到，世界末日将临，恁都爱警醒，张弛，就是批条案，恁都爱定睛，爱小心细致，因为耶稣上天了后，伊就亲像去天顶为咱备办迄个所在，伊将起做上帝的教会这个使命交予咱，所以咱伫这个世代就亲像无共款3种的人的运数。耶稣咧讲这个譬喻的时阵，并无将这个运数讲，这个是属灵的，这是属天的，因为这个譬喻无有真充足的解说，但这个譬喻就蕴含真水，对咱做人生中间。我要真做一个会当享受我伫一生中间手所做的工无空空，我会感觉我一生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我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工作。愿天父上帝伫咱要开工的时，享受这个智慧的神。所以伫圣经一开始伊讲 ，Ilios Dunamis 这个字其实就是伊原本的字叫做 Duna， 这个字真有意思。去年的圣神降临节目师嘛，有甲恁分享一个字，伊叫做 dynamic， 英语讲很有动能。伫英语中间，伊会当翻做爆炸、炸药。这个字基本上就是咧讲起能力。但这个字又搁捌伫圣经的中间，足奇怪，伊互人翻译叫做美德，意思就是所有美善的能力。所以迄个字除了有能力以外，伊搁讲起迄个美善的力量啊，伊将迄个力量，佮特别咧讲起人的好品格、能力的品质。若无斟酌去甲听，无斟酌去甲想，其实真学得了解。今仔耶稣讲譬如讲照人的运数来量互人。耶稣讲即句话的时阵，检差就是有具约。历代志上卷16章第9节，伊讲上帝对天顶咧找伊会当使用的人。今仔这个故事检查，耶稣咧讲这个譬喻的时，就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的意思。上帝知这个囡仔较乖，伊是一个敬虔的；上帝知这个囡仔放，所以上帝用无共款的运数来交代伊。上帝不是看见这个一清的，上帝给伊的机会嘛，爱伊伫伊这个机会中间来努力，因为后来上帝算数的时阵。并不是甲1000个讨5000，嘛不是甲5000个讨1000，就是照各人的运数。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问咱家己讲：主啊，伫我人生的路程，伫我一生的工作，伫我的生涯规划中间，主啊，我需要心中的运数。修行就是敬畏上帝，一颗愿意的心，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所以，咱若等一个斟酌，佮甲想这个传道书第3章的事，上帝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所以，当相信啊，将一种美善的力量的这种思想放伫咱的内心，咱就成做一个真有尊贵、荣耀、良善的人。像这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的，就是捧起救恩的杯，捧起你生命的量器。今仔圣经讲，照安尼量互恁。这你爱耶稣量互你什么？当然，咱甲耶稣讲，我要爱5000啦，靠迄个甘愿做鸡头，毋通做牛尾，做官就毋通做鸡。咱人拢有这种关键卡，
无共款的这种的牛比较。但是上帝毋是用安尼，上帝是看人的内心。上帝看一个戆人，静静一世人戆戆做这样代志。上帝看迄样戆代志做宝贝。世间有真侪巧巧人，做伙车破饼。但是上帝无拄拄看这个真车赢的人，做伊天国的贵宾。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读有今仔日这段圣经，上帝交代伫新春了后要开工，也即免惊上班。慢慢礼拜一的症候群，就是讲过了后，规工的休困了好，来到拜足忝的。囡仔、少年的教会，上帝所听的这青少年，勇敢去工作，认真去读册。若是假期伫教会，就欢欢喜喜。咱教会青年真有出头呢。毋是食2到暝尔，你看食甲昨牧师甲恁铺一张迄个这个 picnic 野餐啦，因就使烧酒，这个知县的爸爸就吐开，就是感情遮尔好，才会交无男朋友女朋友。兄弟姊妹，毋免急，婚姻若到自然上帝就陪伴。但是人生中间做伙成长的属灵的兄弟姊妹，学找，因为这伫社会顶悬的教会真学得有，遮尔真心的。上帝互咱的教会，这囡仔实在是亲像一个大家庭，祝福恁。所以今仔圣经咧讲，有2种人，一种是好搁尽忠的人，一种是歹搁贫惰的人。或者你静静问你的心，你爱因为你的骨力。因为你无惊吓，因为你无偷工减料，因为你无计较，你讲主啊，我袂因为无用较济动，我就讲主啊，谁彼得个遐尼约翰就安坐前咧，你的胸坎边，我就做到要死，亲像马大，无计较。愿天父上帝照咱伫一生中间的咱的付出，最后伊甲咱讲好过尽忠的路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亲像歹过贫惰这个路谱，照圣经的记载，主看出啊，所以毋敢交代，互伊伤济工课，所以交代伊1,000，这个人贫惰到有剩，伊连去摕去银行寄伊都毋卖，所以就甲带咧涂骹，就近对伊住的所在，凊彩找一个所在带，等下主人带个乌出来讲主啊，原封不动行李，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学了讲好，佮尽忠的路旁，你伫小事伫少尽忠，也这毋通看小可代志，善小而不为，毋通看这个小看，一种小小的好的行为，一个小小的努力，凡事起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圣经讲，你伫小事尽忠，伫到后来我就要设立你。有搁较济责任，搁较济成就，这嘛是牧师为恁读的。上帝祝福恁，伫细汉的时阵就尽忠，一直到恁一生的路尾。真侪上帝手中荣耀的器具，恁的智慧是上帝赐的，毋是恁熬读册，毋是认真读就有。真正一个囡仔读有读无，是上帝相信。会赏赐恁智慧，开恁的目睭。恁若敬畏上帝，上帝要将天灵来光，互恁一目了然。愿天父上帝，互咱的人生毋是了然，是一目了然。咱会当看清楚这个一生，主甲咱三脚地地，互咱一生常常进入上帝属灵的恩赦。今仔圣经耶稣讲：入主你的主人会快乐。也这无比这种更加丰富，就是咱伫做工课了后，咱进入上帝，进入咱的主人，进入咱的爸爸的厝，妈妈爸爸甲咱陪伴，一个生命的恩赦。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因为圣经讲，歹过贫惰的人，连伊所有的，伊嘛甲收回。耶和华赏赐，耶和华有权利收回。所以毋认真做贫惰的人，上帝就将伊的财前文书摕起来。但是认真做的，上帝将迄个人无会摕好，迄个杂的，
十他连得一万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我要邀请兄弟，等一日你捧圣餐的杯时，你甲主讲，恩上加恩。主添满我的杯，虽然这个圣餐的杯数字即使已经有添满葡萄汁，真好啉。咱的囡仔拢真爱吼，收圣餐了剩的迄个葡萄汁伫后壁，走去问我阿姨，我会使啉无？兄弟，咱甲上帝讨讲，主啊，除了这个葡萄汁以外，主将你活命的杯赏赐我。愿咱伫今仔日，咱来领受这个圣餐背后赏赐人恩典的主耶稣基督，互咱恩上加恩。今仔日的圣经咧讲起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主题，就是主人将伊的财情，主人将伊的天国的产业来收管。其实这跟咱有关系，不是2000年前这3个罗卜有关系。今日这个圣经故事咧讲起，上帝若甲咱救来，咱恭敬徛伫伊的面前的时，上帝要将这种的恩赐收管互咱。数学老师，上帝将几个宝贝，这个喜乐的孩子交伫你的身边。有一日，上帝要甲你讲，好个真重的查某囝，伊咧有照顾我的查某囝。所以，亲爱的姊妹，上帝将你的囡仔交伫你的手中，这嘛就是上帝所交代你的5000、2000这种的产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要愿意。当上帝将这个责任交代咱的时阵，咱要有愿意的心。迄个1000的，伊讲主啊，你是严核，无正做，阁也要修成。哦，这上帝实在是真歹。这个人无迄个愿意接受收管，所以亲爱的姊妹，主动、认真、温困、谦卑、敬畏上帝，这就是今仔日圣经讲的 dunamis、duna 这个字咧讲起所有美善的能力。能力是一种，特别是伫圣经中间咧讲的能力，毋是咱普通咧讲的迄个计划啦、熬做工迄种的能力。伊咧讲就是所有一切良善美好的能力。咱看手伫咱的心内，咱甲上帝祷告：主，既然我所欠过的好，既然我所欠过好，主今仔日赏赐互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开工，一直到年底，咱甲上帝讲：主啊，2022年我无空空，我无白白。所以，亲爱的姊妹，外面的工作真重要，但是佫有一项工作佫较重要。就是将你天天甲你的工作，甲主参详，因为每一工拢是上帝互你的他连德。这个他连德英语叫做 talent， 伫英文翻译拄就是天赋啦，毋是你学来，是上帝自然而然对天赏赐互你的天赋。你愿意上帝授权将这个能力互你吗？当然爱啊，但兄弟。爱认真，较无毋通不要无紧。信仰毋是一种的道理，毋是可有可无。信仰就是咱生命最要紧的幸福的起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用这个开工的譬如故事，我嘛愿意陪恁祈祷，对年头到年底，特别到每一年的跨年祷告会。愿天父上帝，互恁伫今年会当经历到奇妙的作为，也未到年底，都已经有人甲我分享讲，伊伫今年要安怎写伊的生命日记。伊讲，我一定要记录上帝伫听我祈祷了后，伊回应每一项代志，我拢要甲写起来。以前我拢写讲我甲上帝讨啥讨啥，但即摆我要甲上帝记得上帝伫伊成就什么什么什么。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今年开工了，咱有疗伤未够的能力。既然咱人生所拄着的工作，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策略、智慧甲能力，策略、智慧、能力。愿天父上帝咱手所做的工无空空啊！所以第一，我要邀请兄弟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捧开你生命的杯，你甲主领受，好好。主啊，今仔日你所让互我的杯，你所让互我的。主啊，你伫我人生中间，你有甚物种有备？
认捌家己的运势，是一个将来知己知彼的成功的开始。所以，所听的弟兄姊妹，咱应该伫主的面前来问讲：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你有留予我什么种的运势？我伫高雄新年教会大汉，阮的教会到今摆也有一个赖的族群，真侪长辈拢咧讲古早的故事。在即礼拜出现阮爸爸的名3字增强咧。有我的时代长辈，因有诶拢已70岁、80岁，伊讲古早教会有一个长老增强咧长老，伊真敖讲喊古，意思讲自己学中间真敖讲故事啦。奇怪呢，阮爸爸毋捌讲故事互我听呢。检查到迄个年纪我迄个开始的时阵，已经开始无用伫社会的事业。我听足一摆，人拢讲阮爸爸是一个真敖讲故事的人，佫搞吊人胃口。伊时间若到，注意下课，绝对无佫拖5分钟讲好了。好，下期预告就关起来。囡仔安怎差伊都无要讲。其中有诶已经做牧师，因来讨论阮诶老病。每一个人运势无共款，最后我诶一个时代长辈，就是我诶牧师苏天明牧师诶后生苏希山，即摆伫台北义工教会做礼拜。伊是一个足出名的建筑师。伊讲毋知影个上生阿昌阿成有遗传着因爸爸讲故事诶即种的能力无？我嘛毋知。但是兄弟姊妹，咱的运势是上帝甲咱陪伴，目的，运势的目的是为着要服侍上帝甲服侍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圣经有2字，一个叫做材调。今仔咱所唱的圣诗，我经356首，每首甲我问讲，牧师，你经调叫毋对，是安那圣诗开始唱奉献的诗歌？咱普通奉献诗歌拢共使钱啦，敢若奉献金钱。今仔日咱唱唱到开，我的手献落你，我的脚献落你，我的财情献落你。伫遐中间所讲的财情。主人照罗卜的财情叫做 dunamis， 拄则我有甲恁翻译讲，一种能力的味道。主人知影即只马后走，主人知影即只鹿有力，主人知影即只牛戆戆行，但是一定行到到。上帝知咱无共款的运势，各尽其职。所以伫即个所在有第2个字叫做5清，迄个清，清即个字叫做 talent。翻做英文的圣经，该翻做 talents， 就是运势、天赋。所以当咱读到这段圣经的中间，咱来甲上帝讨讲：主啊，我的正手要有这个天赋；主啊，我的倒手要爱有这种美好的能力。这拢是上帝所赏赐。耶稣并无解释讲这是属天的运势、属地的运势、属天的运势无。但是伊留予真侪圣经的话来补充。伊所讲的这个譬如，圣经讲的这个 dunamis， 甲另外一个字叫做 charisma， 就是属灵的恩赐啦，说方言啦，说预言啦，有医治的祷告啦，有这种叫做属灵的恩赐。圣经耶稣的譬如并无区分这个，但是真要紧，这个字叫做 idios， 因的材料。因叫做 idios， 材情材料叫做 dunamis。这个字其实介简单来讲，就是照因的内心的态度，照因愿意的心，上帝让予因 talents。安尼有清楚吗？你的心若有一个较无愿意，主啊，我一生为你来活。主上欢喜听到这种回应。当你甲主讲，主，我一生为你来活。虽然我真罕慢，是我真普通，但是主，你若叫我做，我就做。主啊，是你手中的5体变2尾鱼。主啊，毋是大鱼大肉。但主，我就是遮尔平凡。但是我知影你无看轻我，所以我嘛毋敢看轻我家己。而且知影这个意思吗？照咱的才情，上帝让予咱的，咱就照呢去做就好。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甲咱叫到伊的面前。伊讲所听的今日我所让予你的，
就是你一生特别的时刻来临的时，你要做的能力。阿们嘛！愿咱伫主的面前纯粹相手，主我感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伫这个世间一定不是偶然，主我伫这个世间一定不是虚空的虚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圣经有所书保罗知影耶稣所留予人的是什么，所以保罗讲，各人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耶稣留予达人的 charisma。各人得到的天赋是上帝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知咱的一生要做什么，主耶稣知影犹大将来要跋倒，主耶稣知影彼得将来3摆要无人医。但是主耶稣在头在尾，主耶稣看见因，所以主耶稣留予因，事先甲因讲一寡提醒的话，后来甲因讲一寡安慰甲鼓励的话。所以，爱弟姊妹，今仔日咱嘛伫上帝面前甲主讲，主啊，感谢你，求你留予我。所以圣经内底有文字有2个字，一个字就是属灵的恩赐，一个字叫做dunamis麦，就是能力的恩赐。愿天父上帝伫这个时修饰予咱，时间无真长，我袂当足深甲咱解说这个字，搁较济经文，但是会记得，这个dunamis麦这个字，就是神力对上帝来的开展，一道官兵，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底，伫今仔日个礼拜来用传道书第3章，甲主祈祷讲。主你做万物，照你的时成就美妙，佮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心。主求你将这个能力的美德，今仔日放伫我的生命中间。上帝所做对头到尾，人拢无法度明白。我虽然无明白，但是主，我唔免明白，我只要对你就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路加看见耶稣所讲这个故事的时，伊讲一句话，伊甲耶稣这句话记掉。伊讲：我要将我天父上帝所应允的圣神赏赐予恁。你每领受对顶面来的能力，这个能力嘛叫做dunamis麦。拄则我讲，伊除了能力以外，除了上帝的权柄以外，对所有一切美善的能力，互咱做好人。互咱讲好话，互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甲旁边，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牧师写出来，邀请咱作为第一祈祷，主空阔我的心，互你上帝国的文书，上帝国的空阔，就亲像顶礼拜讲雅比斯的祷告，开阔我的境界。主将伊的国度临到的时阵，伊的丰盛，伊的跨度长阔宽深，伊的能力就要伫咱的生命中间祈祷啦。兄弟，为你家己祈祷，这是第一个今仔日咱通过圣经的祈祷。所有上帝所准备一切，所有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礼物，拢是上帝所赏赐。第二，会记得上帝听候你。对伊讲，主啊，我愿意。也即第2个，向咱的上帝讲，主耶稣，你为我死，我要为你来活。主，我愿意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愿上帝祝福恁的心，也愿上帝祝福恁今年所要做的工，也愿上帝祝福你对今麦到一生的路尾，恁所做的工，互你感觉骄傲。弟兄主，感谢你，咱马嘛有一步踏。主，我感谢你，我一生要伫你的手中，我要享受上帝你所赏赐，终身行善，终身喜乐行善。阁有，就是上帝将我手所做劳碌得到的，互我得到快乐。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属灵的恩赐目的是要服侍人，毋是毋要彼此骄傲。我较会祈祷，我会当看见异象，我会当讲方言，我会当有医病的这个能力。
属灵的文书毋是要互人夸口，我是上帝宝贝，所以上帝特别听我祈祷，毋是安尼。文书的目的是要互罗卜带有主人的丰富，互世人荣耀伊的主人。所以，亲爱的姊妹，咱伫即个中间，咱甲主讨。今仔圣经传道书第3章12节、13节，伊讲我知影人伫世间上重要就是一生幸福快乐，做好事。第二，互世间人伫一生中间劳碌所得到的带来幸福。这两项的结论，这两项拢是上帝所赏赐。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原咱纯粹上手甲主讨讲，主今仔日个圣经我读到2项礼物，一个求主你祝福这支手，互这双手所做的工作带来成就甲快乐。主求你，互我的生命内底有良善的力量。那这，愿咱为着这个目标来向前行。直到有一日，咱的主甲咱讲，好个真中的路棒，接来，好个真中的路棒，就要享受我上帝国的荣耀。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好好思考，兄弟，你愿意上帝给你的文书吗？你的财情要互上帝用，还是要互世间用？兄弟，你的文书要互上帝用，还是要互世间用？想清楚，因为这真重要。上帝所予咱的他认定，伊予你什么文书？特别恁爱去想，进入恁的内面，不要有自卑感，也不要有傲慢，爱真正看清楚自己。有外当就看外当。少年人上重要就是深深认捌家己，无看家己上过悬，嘛无看家己上过低。主帮助咱，互咱伫一生咱享受今年咱所要做的工。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伫我大学的时，我的辅导团契辅导的牧师带阮，因为城大甲关仔岭足近，所以阮常常去关仔岭灵修会。阮去关仔岭的是有一个关仔岭足水的所在，是伫迄个关仔岭的岭的向即个云南平原吼。所以伫迄个山坪的所在，咱看到即个新营台南，所以真水的一个所在。差不多40-50年前，迄个所在就有一区欧洲式的迄种北欧式的建筑，足水。其中有一间厝头前写一个丽园，迄个超过梨啊，丽迄个丽园。后来我的辅导就甲我讲，即个所在带一个叫做高博，即个高博是台湾一个足出名写诗的人，就即个人，伊的名叫陈秀喜。一个是非常有主张、非常有主见的人。伊足特别，我迄个时阵大学还阁懵懵懂懂，所以听听嘛常常袂记。但是当阮知影了，阮真爱唱伊所写一条歌。伊其实是写诗啦，后来李双泽甲伊写做谱，所以后来伫大学伫校园民歌中间真侪人唱。我们摇篮的美丽岛，迄条歌就是美丽岛。足水的歌词，恁会当去甲摕出来唱最主要我要甲恁讲的是，伫伊的一生中间有写足侪诗，伊有伊一生中间真大的土气。这个人是受日本教育，伊的母语是台语，所以在伊活伫这个共和了这个时代。所以，伊最大的困扰就是，伊感觉日本人是外邦人，是一个殖民的政府来统治台湾人。所以，基本上，伊虽然是日本的国籍，嘛受日本的教育，伊写的文字甲风格其实拢日本化。但是，当战后，伊真苦闷，就是伊无法度用伊家己的母语，甚至无法度用所谓的国语来写诗，伊安怎都无法度真自由。因为伊的成长的背景，互伊真大限制，所以有一日，
伊咧写诗的暗暝，流目屎，足激动。伊讲我望着我的心跳，我望着我的血管内面有澎湃迄个情绪，举起我的笔，我的笔要创啥？我的笔敢亲像查某人，敢若会晓画目眉、画喙唇、画胭脂。伊讲毋是，我的笔是一个有轻重的，我的笔本身是一个有价值的，所以我的笔毋是要画目眉，毋是要画胭脂。伊甲即个目眉，甲形容做日本殖民的殖民地啦，亲像即个母女安尼对人摇来摇去。伊讲我的笔毋是，河顶有关渡的一个查某囡仔。我讲即个要甲咱譬如用倒来到今仔日，上帝予咱的恩赐绝对无凊彩，恁同意吗？检查恁即摆抑阁无解明白讲你有啥物恩赐，将来你的恩赐要做啥物？原即个故事就亲像一个长辈，因留真好的脚迹。所听的姊妹，咱的他连德就是咱手中的笔，咱的他连德就是咱手中的笔。你的一生的才能要献予啥物人？这是恁家己的祈祷。所以伊就讲，伫即个暗暝，我心中有激动吐气，我的目屎滴淡了我的草稿纸。我举笔写，我的笔是啥物？我的笔毋是咧写爱情的小说，我的笔毋是咧写男欢女爱，我的笔毋是咧写即种的情绪的物件。我的笔要写一个跨度，我的台湾美丽岛。上帝所听台湾这个国家，所听的姊妹，上帝祝福咱在座，互咱出好子孙。好子孙无一定会赚大钱，陈秀喜嘛，毋是足一帆风顺。但是所听的姊妹，好子孙的意思就是，因善用恩赐，到因一生年老的时阵，因感觉我一生是有价值，我所行的路，我所过的过程，上帝祝福咱。对年头到年底，开讲吧，祈祷，互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施恩赐福，咱同心来祈祷。求主祝福所有阮的兄弟姊妹，特别是囡仔，所有着这圣经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互因做有价值的事，互因养成的习惯。是一个尊贵、良善的习惯，因为真侪这个世间对因的冲击，迄个习惯有当时无快乐，反倒当互因活伫迷惘、困扰。愿天父上帝帮助阮的世囝，填满因的杯，互因手中的笔，互因心中这段的这个他人定。主你祝福因一生为你来活，也愿主你照今仔日的圣经，将最最丰盛的祝福，放伫阮在座面对职业，伫上帝你所交代的使命顶悬，祝福阮会通成做你荣耀的器具，用心益人。愿安尼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
咱来吟诵诗217首。小妹一面求主耶稣，天边就下北好树多，讲我上古地林拍破，因地记者来笑脸我。攀背感谢上帝，讲真的背叫恁大家，我会老子做因的叫下做我来因当受，上帝甲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陪餐者，三甲来领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我要进入就近因，甲因啉食，因也要甲我同啉食。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领受也捌传授予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有8饼祝谢，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逐摆恁啉恁食的时，就用安尼来纪念我。当主耶稣受卖迄暝有8饼祝谢，咱要照伊的吩咐，设立这个圣餐来纪念伊，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你对天降临，带来天父上帝赎罪的听，你用你家己的活命除去罪的关系。你设立这个圣餐，互阮世世代代甲主你同坐道。主，这个饼就是你的身躯，今仔日互阮看见，互阮领受。主，这个杯就是新约，你家己用宝血所设立的。主，阮恳求你，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互伊成做真实的活命，伫你甲阮的中间。主耶稣，阮恳求你。即时来到阮中间，你亲自来祝圣、祝福这个饼甲葡萄汁，你伫阮中间来主持这个圣礼典，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世间人。定死伫死命的顶悬，拍破伊家己。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也请忠诚长老啊，甲皮革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要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饼？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饼，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那请忠诚长老甲英皇长老来捧杯。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行安尼来纪念伊。
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咱用安尼来纪念伊。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成做阮灵魂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实在的疼惜阮，互阮成做圣经耶稣基督身躯的肢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百姓。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家己予你的事，求你接纳阮，搁用你的慈悲来帮助阮，互阮持续甲你圣洁的交通，对答通阳光你性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用感谢心准备来奉献。
大家请坐。咱要欢喜为美秀来祈祷美秀这个很辛苦，她做了2个小手术，第一个手术了小可不顺遂，所以又回去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咱真欢喜看到伊已经恢复咱为伊来祈祷，求上帝让他的肺部充满了很大的肺活量新的上帝赏赐你一个新的身体圣殿，咱来为美秀来做感恩的祈祷，咱来为美秀做感恩的祈祷。主，阮为着阮的姊妹感谢你，做你即届治疗的过程顶悬，主你赏赐平静的心、勇气、信心。主，阮看见你的查某囝全然对你的交托倚靠，阮嘛看见上帝你的怜悯帮赞。阮要奉你的圣名来求讨，主要说你赏赐你的圣神踮伫伊的肺部，你的圣神就是活气。主啊，你的灵充充足足，互你的查某囝是一个带有活气、一个新的生命人生的开始。不但有世间的空气，阁有上帝你的心、你的灵、你的气。主要说，阮除了感谢学罗你，阮嘛恳求天父上帝你祝福伊，互伊的身躯健康有气力，服侍你，服侍喜乐保院，服侍这个世间做伊身边的亲人朋友。主，阮将伊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施恩赐福，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耶稣爱你，就这样。咱来为生日的人来祈祷，咱来为生日的人来祈祷。夫人，生日快乐！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真欢喜你的囝儿夫人。伫伊的生日的时，阮恳求主你祝福伊，伫新的一年稳定满满。主祝福伊手所做的工，也祝福伊所发出的祈祷，也祝福伊伫一生中间甲主你同工。主你伫新的一年开工的时，你互伊的工作，互伊的家庭，互伊的生日稳上加稳。主你填满伊生命的杯，互伊试看稳定的滋味。主，阮为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你互因有智慧的心，会当真侪今仔日圣经所讲，即个好搁尽忠的关键。主，你所赏赐因的恩赐，要真侪因一生的欢喜甲快乐。主，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等一个礼拜了后，中集请留步咱要开2月份的定期的中集会，来请师会来报告。也袂惊平安的咱来吟这个诗歌，来祝福伫行行的所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主你会听好顶甘甜，主你会听好顶的甘甜。愿恳求你用你的听来保守所有身体欠安，阮的姊妹，阮的兄弟，阮年中的时代，专将所有这个身躯需要你怜悯的人，愿恳求天父上帝你照顾伊。阮特别少年，久久无伫阮中间的单数阿妈，詹天碧老师，主恳求你怜悯帮助因。主照顾阮中间年长的长辈，本入长老娘，阁有玉雪长老、张长老。主阮中间年长的长辈，伫新的一年，主你所赏赐气力，嘛照顾陈牧师的妈妈牧师妈，互伊伫高龄，却是伊的心中
主你的听哪来哪深，主愿为着伫网络顶管甲阮同心做礼拜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伫台湾，无论伫什么所在，所愿你的主爱常常足足运行，使你人命远，使你用你的听坚固夫妻，互阮带住你的听到天边海角，来保养上帝你的听。你拯救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你带阮进入光明的国度。主，阮感谢你。主，阮特别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的家庭来祈祷，主求你保守因的家庭，无予黑暗的关系、世间的动荡来伤害因。主，你保守阮的家庭，用你的慈爱，亲像石盘，亲像金牌来保守照顾。主，你阮伫你的听中间有困难，主，阮伫你的面前，将阮所听兄弟姊妹的家庭交伫你的手中，填满因生命的杯，互阮试看你稳定的滋味。主，阮感谢阿罗你。主，阮感谢阿罗你。享受阮生命的真光，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主耶稣，你是世间的主，你若来黑暗就离开，拯救最最也未认捌你的人。主啊，将你的福音放伫万邦万国欠缺的人。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的耶稣听你。咱拢足想要起来互相握手吼，互相拥抱吼。所以咱爱咱嘛爱常常为台湾祈祷，好，这个疫情不会扩散，好不好？好，咱会让早日会让回到正常的生活。上帝照顾咱大家。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 8点伫礼拜堂，青少客拜6 7点半教育馆1楼，查经班拜6 7点半教育馆2楼。圣光服侍下礼拜诗会，请张丰仁执事。领诗暂停，苏琴、刘义民兄弟、苏宪、林安禄甲陈美秀2位执事。交代第3组爱参暂停，圣安宫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家己来领修。集体交通第2022年总会年度主题：传承上帝国，塑造新秩序。咱教会10年的目标展望100，今年是咱教会设到90年，大家同心来追找10年的宣告目标，迈向100。第2，新春开工愿上帝赐大家稳上加稳，对年头到年尾安全永留。第3，生日的咱为生日的兄弟来代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答应过家更正。代祷事项：第1，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2，为身心欠安的兄弟来代祷；第3，为教会
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第4为社会青年婚姻代祷，第5为姊妹教会代祷妇人一节得去台啊。即是来吟514首，担要线会求主赐福。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接导。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请坐，灭道避讳。